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各界欢迎收看8月29号中嘉台南电新闻，由台南市政府新闻处主办，上主车甲三广有线电视承办的所有有线 Fall in Love 嘉年华会，27号伫水平公园闹热登场。会中除了有奖竞答，甲侪趣味互动的单位，去民众前来体验。其中啦，青德嘛亲临现场，宣导有线电视数位化优点。并且肯定有线电视公司无少党主多年以来对大台南收视品质所做的贡献。随着台南市有线电视100%全面数位化，市民已经会当享受到高画质而且多元的数位服务。对此，市府新闻处甲上主车三冠王有线公司合作，举办数位有线 All in Love 嘉年华宣导活动，以现场体验甲教学的方式，教导市民要如何使用数位机上盒仔。市长也亲自来到现场，学了上主车三冠王有线电视所为台南市做的大贡献。全国电视的这个数位化，咱台南是走第一名的哦。台南市是台湾第一名的城市哈。除了讲咱掌声鼓励一下哈。除了公司5董事长无少重资投下真侪资本之外，咱有爱感谢咱地方选出来交通委员会召集委员叶美婷大力的支持，咱甲学乐者咱甲学乐者。那今仔真难得啦咱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刘处长也到现场咱甲学乐者今仔日是拜六，天气真热伊本来是应该伫厝内台北。厝内咧休困若是今仔来到台南，甲咱斗阵我实在是足感谢伊。今仔天气虽然真热，但是活动真丰富啦囡仔表演，我看因大家拢无感觉热呢。歌虽然你老，但是我看因表演也足欢喜的那么另外5董事长有准备冰机啦鸡仔冰爱囡仔若爱食，咱在座的长辈大家若爱食会当去摕鸡仔冰来食。现场透过转动仪式，一一介绍有线电视数位化的各种应用内容，同时也搭上标志，让有线电视数位化完整呈现，也得到济贵宾的肯定。数位化这个物件其实除了咱真正爱感谢双子星三冠王用党主啦敢若咱的三冠王甲双子星迄开过了10亿。去建制我们的数位化以外呢，其实地方政府的配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因素。咱的市府给予非常大的帮助，也因为安尼，所以咱台南市真正是全国的第一名。亲像阮即马迄皮肤若无好，人一摆你拢看出来，讲哇，你生一粒条头拄落去就讲，庭辉你头壳遐生一粒条呢？这就是数位电视安尼做清澈而且有咱看到上好的画质。所以我相信大家在整个科技的一个数位化时代，大家都精益求精，就希望讲会当互咱看的品质更较好所以咱嘛希望讲，借着看的品质、服务的品质。会当加惠着每一个好朋友，会当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真侪咱数位化的数位生活的这个里边，透过这个用心的企业，大家共同努力，会当提供咱更较好的服务。过去大家刚想讲，我一个月要交几百块的这个有线电视费，但是即马提供的这个服务是更较多元，所以伫遮非常感谢咱的好朋友。还有各位好朋友双子星三冠王以及各位长官，大家监督，会当提供较咱好，会讲提供咱较好的这个生活的品质。有线电视亲近台南，踏进基层民众的声音，了解因的需求。伫咧未来路上，因也会继续打拼，为市民提供更加丰富、多元、完整、大新的服务。爱感谢咱这个市长。这个关键甲伊的决心甲担心，
哦感谢着咱所有陈廷辉立委，哦包括着咱这个叶金立委，甲这个黄伟哲立委等甲咱副市长，包括车着咱这个志明兄来甲咱斗帮忙、斗代言，因为伊这个伊的这个收听率啦是世界上悬的啦佮感谢着咱 NCC。咱所有的 NCC 的本部迄同时是迄个14号主委，甲遮所有的委员，包括着咱南迁，安尼逐个安尼一日一月一季，安尼定定来查验，来甲咱辅导，所以较会当互咱大台南市伫旧年开始，每一个乡亲时代，你只要有装有线电视，你就当享受到过去从来毋捌有的遮个附带的即个价值，甲即个双向甲遮互动的遮个功能，足济即个舞台顶今仔即个嘉年华会，最主要嘛，着按即个市政府、按新闻处市新闻处长安尼一直来甲咱支持继续来办即个数位嘉年华，来宣导，互咱的市民乡亲父老会当真真正正来使用电视。你当看，即马已经毋是够看的即个境界，已经爱有用。有用就有用你有甲用，你就感觉讲哇，原来即摆电视遮尔好，遮尔多功能、多元化。现场活动除了所谓宣导、频道娱乐区以外，也有市政宣导、甲爱心单位。舞台区更邀请了某某亲子台的哥哥姐姐甲民众同乐。另外，现场也设立临时的主播台，让民众会当亲身参与新闻播送。知名电台主持人志明也到现场宣导有线电视数位化的好处。参与活动的民众不但会当耍互动小游戏的奖品，上大奖也会当抽到液晶电视一台。民众伫咧活动当中会得这奖品，也得到丰富的有线电视数位化新知识，会当讲是丰收满满。台南新闻综合报道。为了庆祝今年一度记者节，台南市新闻记者工会27号提前举办庆祝大会，包括市长赖清德以及中央地方高边代表拢踊跃出席来祝贺，场面盛大。会员人数将近300位的台南市新闻记者工会27号提前举办9.1记者节活动，包括市长赖清德、立委陈廷辉、叶宜珍、王定宇等侪民意代表贵宾拢到场祝贺，场面盛大。时间过得很快我们1年1度记者节即将到来我先代表台南市政府也代表台南市市民，感谢大家辛苦报道。媒体的工作非常不容易其实不分日夜也不分刮风下雨需要到第一现场的时候呢，大家都勇往直前，也因为大家的牺牲奉献，让市府的各项施政可以更接近市民的要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在庆祝大会之前，记者工会同时也举办105年度会员大会，由理事长吴顺德主持。会中为增加会员之间的交流，理事长也延续过去举办参会，现场盛开27桌。以这个经营理事长志明兄，以这个改变就这个一年的会员大会大家这次的机会来这么好的环境来食一个饭来交流午餐所以我接触了后，我也是接这个头路同款希望理解师所有会员来支持工会这个感谢市长市政府所有团队的支持。在各界赞助之下，还有摸彩活动，奖品丰富，上大奖有46寸液晶电视、吸尘器、礼券、红包等等，场面热烈。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台南市的研究全国首创以公开面试全小组等创新的模式，来提供大学生伫暑假攻读的学习。上午正式举办成果发表。市长赖清德嘛专程到场，要让大家成功的道路无撇步，就是不断努力。为期2个月，台南市青少年暑期攻读活动接近尾声。29号，乐工局特别伫乐工幼儿中心，总共80名学生伫7个局处的实习以后，盛大举办成果比赛发表会。
透早无到8点，学生拢纷纷排演，相当用心。其中赖清德嘛专工到场，肯定因伫300-400位学生应征当中脱颖而出，有机会到公部门学习攻读的难题，所以免得因努力，培养未来进入职场的就业能力。台湾市政府所办的暑期攻读计划，严格上讲起来还少了2个字啦，叫做暑期攻读学习计划啊，因为并不是要求大家来做这个人力的工作啊，虽然有付薪水给大家啊，1个月2024年啊最低工资嘛啊，但是呢，更重要的是要提供给各位进到公部门、进到劳工局学习的机会。会中这群学生透过简报甲表演，嘛充分发挥创意来行销台南市府各局处的业务，都让使人印象深刻。嘛因为该项攻读计划已经执行4档，成为全国首创以专业、公开面试甲成果发表等模式，得到中央劳动部颁发最佳创意奖的肯定。但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先看节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我们常说酒量好或不好，无论好或不好，喝酒应该要有参考值。男性每周不能超过14罐啤酒，或是半瓶多一点点的威士忌。女性适量饮酒的参考值就更少了。过量饮酒绝无好处。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但是第一间5星级酒店经营高达已经15档，都提供优质服务，同时导致工业回馈以及配合政府破案行销带来的角色，更使人印象深刻。上午伫军力庆参会当中，这些贵宾拢到场祝贺，场面温馨热烈。大爱历史15周年庆正式开始。这一次呢，大爱历史15周年庆呢，但是第一间5星级酒店由董事长吴俊业亲自主持之下，包括市府观光旅局长、新闻处长等贵宾拢出席，共同见证因15周年的喜气。对饭店来讲，伫台南早间都来提供5星级大房甲餐饮服务，更难得是个导致各种的公益回馈，包括一档至少300关怀行动，以及持续甲伊甸基金会合作关怀偏乡等等，向上民众献出爱心，上会管道。上会长嘛邀请随服育儿中心的学员表演广告在家，场面温馨。为了欢庆我们15岁。我们从9月1号到10月这2个月呢，我们回馈给在地的乡亲很多的好康。15这个数字代表是15大项的好礼，还有100多项的抽奖活动呢，在等着大家。其中最大奖呢，就是我们华航到菲律宾，还有我们提供呢这个5星级酒店的7+9奢华之旅，等着大家来抽奖。饭店除了促进社会、回馈社会，以公益优先，嘛积极配合市府观光旅游业务，成为局长口中的社区行销大赛。在公益结合这一部分，大爱励志从来都是不落人后，不但跟慈善的事业做结合，同时大爱励志其实也是非常好的城市推销员。其实，在我们再去国际啊，包括去日本啊，出去的时候呢，大爱励志也都是担任一个非常重要的推手的角色，扮演一些连接跟城市形象的行销。所以，我想大爱励志不只是观光旅游界的好伙伴，也是台南这个全市的一个光荣的代表，是台南市的市民的一个光荣。对9月1号开始，一直到10月31号为止，只要消费满1000块，伫100项贺礼当中，也有机会抽到上大奖菲律宾3港2名双人7+9好康。但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
为增加市场猎人的市场竞争力，由市府劳工局委托台南市猎人职业工会，针对中医基础手法所办理的身心障碍者在职训练班，当中19位学员伫经过120点钟的课程以后，顺利结训，并且展现学习的成果。19位在职训练班的学员，伫经过120点钟的训练课程，总算伫今仔日摕到证书，并且展现2个月以来的学习成果。劳工局就业促进科指出，自从政府开放肉耕的人也会当从事猎人行业以后，就互视障者的工作环境更加困难。因此，透过结合中医基础手法的课程，将会当精进因猎人的技术，增加市场的竞争力。视障按摩师呢，他们除了有就是有很扎实的一个基础的训练之外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再强化他们的竞争力。那所以呢，我们就来结合了因为有一些大部分就是说会来按摩的一个消费的民众，有蛮大一部分其实他们是有一些，比如说可能是要舒压、减轻一些腰酸背痛之类的疼痛问题。那所以我们就来开了这个再更精进，除了丙级、乙级的证照班之外呢，我们再结合了中医的一个手法。本次课程邀请到中国医药大学、甲中华医术科技大学的讲师，规划包括传统推拿、中医骨伤科、经血调理手法等等，将医疗的知识甲中医诊断手法融入猎人当中，让消费者在安全的环境之下，享受到高品质的服务。我们的视力有问题的一些盲包，我们就是大概以按摩做为我们的主要的职种。那早期可以从事理疗，那现在虽然说我们的卫福部认为我们不能强调理疗，不过我们还是要求我们的按摩师，因为我们是徒手在客人的身上操作，有些医疗的知识我们还是必须具备。不管我们能不能从事疗效的宣导，可是我们要顾我们的品质，也要注意消费者的，老实讲说是消费的安全性啊。参加训练的学员也希望借着课程自我充实，深入了解顾客无爽快的状况，并掌握用心保健的重点，达到疏解压力的效果，让顾客愿意再次上门。台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这对高龄80岁翁仔某2个人目睭拢将近失明，只剩倒边的目睭勉强看得，不过因为有感冒白斑，佮合并白内障，增加开刀风险，嘛互2个人一直相当烦恼。后来经过高雄荣总台南分院评估甲手术治疗，视力恢复有了真大进步。这对高龄80岁的翁仔某，2个人的目睭拢有一类青霉，只剩倒边的目睭小看会到，但说当时有角膜白斑甲白内障的问题。2个人原本烦恼手术若是无成功，将会完全看袂到。不过后来透过朋友介绍，来到高雄荣民总病院台南分院，经过眼科医疗团队的评估，接受手术以后，视力有了进步。那我们这个个案呢，比较特殊的状况在于，他们夫妻2个呢，都只剩下一个单眼的视力。那另外一个眼睛都是因为有角膜的一个感染造成结疤。那好的这个眼睛其实角膜的状况也不理想。那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白内障又变得更重。那所以剩下一个眼睛，那动手术相对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再加上手术的视野比较差，所以风险就更高。那所以在我们跟病患做讨论完以后呢，那病患先生呢，他决定先动手术，那后来太太再动手术。那我们手术的部分就除了白内障，再加上一个染色的技术呢，让我们视野更清晰。那术后2个的恢复状况都不错。医师指出，整个手术过程大约1点钟就结束，后续恢复的状况也袂歹，并且强调，虽然过来白内障手术的技术甲安全性已经有大大的提升，成功率大约有90%左右。不过相对特殊的个案，依然有风险存在，双方一定爱先充分的沟通，而且也建议年岁大的患者上好是2早接受治疗。台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这份北江准好天气，温度27度到31度，落雨记录4成。
海面边境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收看8月29日中嘉台湾电视新闻，咱再会。